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对今仔日这礼拜开始要分享使徒保罗对伫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也就是伊属灵的囝儿需要学习的教导。保罗传福音予别人，人领受透过伊来得到拯救。保罗常常咧形容讲，伊亲像一个老母同款，怀孕生产。忍受迄个生产的苦痛，才生出这属灵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伊将伊传福音的对象看作是伊属灵的囝儿。伊对属灵的囝儿有真侪只勉励甲教示。所以，咱要用9个礼拜来学习属灵囝儿的功课。咱今日要来看第一讲，就是基督前兵。伫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阮感谢阿罗你，今日阮奉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名自执，是为着要领受你至圣的话。主啊，阮即时恳求你差遣圣神来到阮中间同工，开阮心灵的目睭，光照阮的理智，互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以及透过你的罗卜所传讲的信息，求你赐了较侪的信心，帮助阮决志要尽力伫生活中间实行你的话时，有气力，有能力。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来自保罗写予伊属灵的囝提摩太的书信。咱首先先来看因两个人的关系。提摩太是伫一个城市叫做罗斯德长大，这城市是伫罗马帝国属下的加勒泰省。提摩太的老爸是希腊人，伊的老母幼年期甲伊的外妈罗伊是犹太人。当提摩太也是囡仔的时阵，伊的外妈甲伊的老母就用圣经、旧约圣经的真理来培养伊长大，所以伊继承伊的老母甲伊的外妈的即款的信用甲信心。保罗捌安尼讲过，伊讲：我想起你心内存着无假的信心，这种信心首先是存在伫你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的心内，我确信也是伫你的心内。所以，咱看见着一个细囝，伊的信仰的培育是遐尼重要。自细汉的时阵，就受到伊家庭的影响，所以伊得到这款的信仰。后来，当保罗第2遍去到罗斯德探访的时阵，传福音的时阵，伊知影提摩太伫灵性进步有真大，所以伊就竞选伊，甲伊做为将士传道的工作。当保罗受关押了后，伊无法度去到各教会去牧养，伊就派提摩太去各地的教会去坚固信徒的信心。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受关押的时阵，写批去鼓励提摩太爱做好牧养的工作。这个时阵提摩太拄伫以弗所教会咧担任牧养的工作。培育教会领袖以及带人归主，推动这个工作。伫这段咱所读到的经文中间，保罗用3个譬如来提醒提摩太，这个属灵的囝爱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这3个譬如，一个就是咱今日所要看的基督精兵，另外就是第2项，就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第3就是一个正常的做事人，用这3个譬如来鼓励提摩太。咱今日要先来看第一个譬如，就是基督精兵。而且保罗考考伊属灵的囝提摩太，爱亲像一个战士同款，而且是基督的精兵。保罗将咱的人生譬如做一场战争，咱是战士。其实，这个譬如对当时阵，这希腊人是讲罗马人，
因是真容易去了解，因为当时有真侪老师、真侪哲学家，拢做一款的譬如讲有一个哲学家叫做伊比克德，伊讲，咱每一项的人生亲像一场的征战，是一场长期而且多变化的征战。另外一个老师，一个哲学家叫做辛尼加，伊讲，咱活的就亲像一个战士。所以保罗用这个一般人拢真容易了解的这譬如，甲提摩太讲，所有的基督徒拢亲像一个战士，特别是教会领袖，甲上帝罗卜。其实保罗伊的批信中，敢若咱看出，伊嘛将家己比如做一个老兵，一个战士。所以伫伊生命的路尾，伊安尼讲，伊讲我已经征战迄个好的征战。所以提摩太，你也爱去征战迄个水的征战。保罗认为一个属灵的囝儿需要学习一个亲像一个战士同款，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伫信仰顶面不断做好的美好的征战。属灵的囝儿甲查某囝爱做基督的精兵。我伫大学毕业的时阵拄咧思考人生要安怎行的时阵，其实迄个时阵，阮大多数的同学拢决定要继续进修啦有的是要留伫国内读研究所，有的是先去做兵了，要出国去读册。我咧想讲，我后一步要安怎行？迄个时阵，大专中心的主任就邀请我留点伫大专中心继续学习。伊甲我讲因为我体重相重所以毋免做兵伊讲一般的兵有迄个体重的限制但是基督精兵无啦所以你着爱来做基督精兵伊讲你至少爱留2冬做兵所以我着对迄阵开始做兵到即马30几冬还未退伍。一般的兵有一寡条件，但是基督精兵有无共款的条件咱来看保罗安怎勉励提摩太做基督精兵。伊讲做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爱分摊苦难。一个入伍的士兵爱争取长官的恶扰，就袂当互赢外的事来批判伊对即句话中间，咱能得到5项真重要的信息。这是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做伙分享的。伊咧说明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伊需要什么款的要件？第一项就是做基督的精兵爱光强壮大。保罗伫第1节的时阵，伊安尼讲：我的囝，你爱借着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恩典，光强起来。伊嘛拄则嘛安尼讲做基督耶稣忠勇忠心勇敢的战士，爱分摊苦难。所以咱明白一个基督的精兵需要光强壮大。做一个军人，你袂当惊吓嘛？惊吓就无法度去征战。咱伫旧约圣经中间，咱看一个故事牧师捌讲过迄个基甸的故事。基甸迄个时阵有迄个米甸人要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基甸就爱招聚一寡人呼吁一寡人做伙去征战。因为米甸的军队是非常侪人，所以基甸就想讲我输人毋输阵嘛，所以我爱招较侪人伊就去招这亲族，招以色列人，大家做伙招聚起来，要去攻打这个对敌。迄个时阵总共有32000个人，32000个人要去征战。但是上帝对基甸讲：军队里的人太济啊！如果我互因镇压米甸人，因的掠准伊是靠家己的力量去得胜。所以有一寡人你爱过路，有一寡人你爱筛选。第一个要件是啥？上帝爱基甸啦，这以色列人讲。什么人能惊吓，什么人就应该爱回去。比如讲，先竞选一批，第一波的竞选是会惊吓的人，莫去。结果基甸一讲咧本来有32000人，结果
走掉22000人，剩1万人，一时啊去2/3。为什么要做第一波的竞选？因为惊吓人无适合去征战嘛。你原本已经准备好的这个计划要去征战的时阵，若一部分的人因为战场顶面看到对着就惊吓，就软脚，就逃走，安尼要去征战。所以第一波先过滤了这个惊吓的人。当然，咱继续看去，上帝阁会第二波经一寡警醒的人总共300个人去征战，最后嘛战赢。所以做基督的精兵，咱做上帝的军队，咱每一个人爱刚强起来，伫生命中间爱勇敢去征战。要怎样刚强？当然毋是靠家己的力量。保罗讲，爱伫基督耶稣的稳定顶面刚强起来。要伫基督耶稣基督的稳定中间刚强起来，就是咱爱常常去思考耶稣基督过去伫咱生命中间所实行的稳定。因为咱过去有拄着真侪困难，但是咱的经验就是上帝所授予咱的稳定教育咱用，所以咱能超越这困难。咱也常常去思考耶稣基督伫咱生命中间所实行这稳定。咱即摆检查拄着真大的对敌，拄着真大的艰难，咱嘛毋惊，因为咱过去的经验，甲咱讲，上帝稳定教育咱用嘛。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咱今日面对遐尼侪试探征战，只有常常活踮伫耶稣基督的稳定中间，咱才会当刚强起来，才有能力去面对，才会当得胜。这是第一项，就是爱勇敢、刚强、壮大。第二项就是爱忠诚嘛。拄则所读的经文，现代中文译本第30中间伊来翻译讲，做耶稣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爱分摊苦难。这种忠勇能力，就是除了勇敢以外，佫要哪爱忠诚。当时阵一个罗马军人加入军队的时阵，第一件代志就是爱做啥？伊爱宣誓，爱照着当时阵的一个神圣名约，对罗马皇帝就座讲：我要忠心，要效忠国家，效忠罗马皇帝。今仔日嘛是讲，咱国家招募这军人，军人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国家、保护人民嘛。所以军人有宣誓效忠国家的义务嘛。一个军人若连家己国家的认同拢有问题，要保护国家？伊要保护什么国家？要保护什么款的人民？所以伊对家己的国家的认同要正确。咱属灵的囝儿甲查某囝，咱是上帝国的后裔，是上帝国的精兵。咱需要对上帝国忠诚。这种誓约好亲像婚姻的誓约同款，袂当背离的袂当反悔。牧师伫顶礼拜咱举行圣礼典，其实每一遍圣礼典拢相共。牧师拢会问这要受洗礼的人3个问题对。其中第3个问题是安那？讲你敢有要一生行伫主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到一世人？你敢有要安尼行无？当这个受洗礼者回答讲我愿意的时阵，牧师才会帮伊行洗礼，因为咱宣誓对上帝尽忠，这是咱的义务啦，这是咱的本分。基督的精兵一定爱宣誓一世人对上帝忠诚，对上帝国忠诚，袂当安尼西瓜挖大饼，看倒位较好，伊就走去倒位，毋是安尼。袂当像华语讲，墙头草两边倒，袂当安尼，一定爱忠诚到死。这是做一个基督精兵爱有的第二个要件。第3个要件，咱看保罗讲，做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爱分摊苦难。做一个军人，就心中爱有准备，的确爱受苦，甚至去战场顶面烧战的时阵，必要的时阵爱牺牲家己的性命。保罗讲，提摩太，你爱分摊苦难。好，下本的圣经安尼翻译讲，你爱甲我同受苦难啊！
是为着主耶稣基督受的苦难，是要背十字架对主耶稣基督行。因为保罗伊心中有一个概念，做基督的精兵是一种荣耀，但是必须要付出代价。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想讲，咱得到这么大的恩典，咱付出的代价是重价的，还是俗俗的价值？过去牧师要甲大家分享，那将咱的教会，譬如做一只船，咱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款的船？牧师讲，咱的教会有可能是一只掠鱼的船，安尼船顶所有的人拢知影，咱这只船的目的就是要去掠鱼。所以有人咧驶船，驶船就是爱驶去有鱼的所在。有的人爱准备去掠鱼，甚至有的人做一寡总务的工作，伫即个船顶准备遮个物件、营养的物件，互遮个掠鱼的人食，就是目的就是要互即只渔船会当维持伊的功能，就是要去掠鱼。每一项拢有工作，拢甘愿牺牲，安尼咱即只船会当得到人那亲像得到鱼同款。但是如果咱认为讲，咱的教会亲像一只豪华游轮，咱若去坐迄游轮，咱就知影，游轮是咧互人娱乐、咧佚佗的，只有少数人咧工作，服务人员只有20%，剩下80%咧啥？大家拢是游客来教会，来即个游轮顶面享受的。但是在我看，这款的基督徒不但不是基督的精兵啊，这是基督的逃兵啊。你若要做游客，有一天咱会做上帝国的游民，有一天咱就离上帝国哪来哪远。原因就是讲，咱够愿意付出，够愿意为着基督来牺牲。一个做兵的人，伊是将国家的利益放伫上界头前。一切是为着胜利。基督徒既然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嘛应该爱安尼。所以保罗伫遮爱提摩太，甲伊同受苦难，好亲像基督的精兵同款。咱每一个为上帝国来效忠的属灵儿女，拢需要有受苦牺牲的准备。今仔日咱的受苦，毋免亲像保罗迄个时代，爱献出家己的性命。咱即摆只要牺牲一点仔时间、精神、温素，所以牧师要勉励大家，咱大家爱加油，拢做基督的精兵。第四项，爱专一心志。保罗安尼讲，即任我的军人士兵要争取长官的学老，就袂当互赢外的事务来搅了。咱知影每一个代志，咱若要做好，拢爱专心。若无专一的心，即件代志就做袂好。咱若要做兵，就爱放落外务，专心做兵，专心征战。所以今仔日耶稣基督的精兵嘛，爱专心，毋通互即世间俗世的物质、属今生的暂时的代志所牵绊。而且牧师毋是讲咱大家拢专心服侍上帝，专心为主工作，咱家庭、咱的工作拢毋免顾，毋是安尼。咱虽然嘛爱过正常的世间的生活，咱也食也穿，也需要用钱。但是，咱绝对毋是将焦点放伫这代志顶面，过头讲究要安怎食，要安怎穿，受这代志所捆绑。因为这代志不过是暂时的，咱伫世间拢是亲像一个人客，是寄开，一下就过去。咱所追求的毋是这暂时的物件。咱知影军人为什么爱穿军装、爱穿制服？有一个就是讲互你感觉你有责任嘛，互你知影你是军人，你有这责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互你毋免烦恼要穿啥物货。牧师过去我有一遍机会去迄个诺贝尔和平奖德勒莎修女所设立的一个机构，叫做德兰园林内修女会德兰园。我去遐参与服侍，去遐做伙参观。
我发现吼，因每一项拢穿制服吼，无论修士还是修女，拢穿制服。修女就是穿亲像迄个德尔莎相，咱看伊的相片，拢穿小红白色的衫，啊有两条蓝边，吼，迄个衫。我听阮的辅导人讲，伊每一项就一人分2套迄个衫，猫2套尔，哦。所以下早起来，免烦恼讲今仔要穿地书较水，拢相共。就是安那，无要互因这代志去影响因去服侍，因要服侍的对象，互因专一心志会当去服侍。今日相共，咱看见牧师还是讲圣歌队，拢会穿制服，目的就是互咱知影，阮这是一个责任，哦，这是一个荣耀，同时嘛，互阮专心一致。牧师逐礼拜拢穿安尼。我毋免下礼拜起来就讲我今仔要下倒条内骨带较缘投，穿倒领写字较好看，毋免关心这代志，就是要专心来服侍上帝的话，服侍上帝的百姓。所以专一心志是非常重要的。咱毋通互这世间所有的代志去搅了咱爱专一心志服侍。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就是爱专心顺服。做兵的人，做军人，上该需要的是顺服嘛。那无顺服，就无可能成长，无可能战赢嘛。咱知影，伫这一个军人啊，一个士兵吼，伊去到军队内底初期的训练，就是我基本的教练。为什么要做遐立正稍息起步走？为什么？这就是互因会当学习顺服啦。因为咱会当顺服顶司的命令到咧烧战的时阵这种军人服从的天性，会当救家己甲别人的性命。有种常识就讲，一个做士兵的人，无迄个权力来问讲为什么？今日袂当讲顶司派你一个工作，你讲为什么我爱做这？无迄个权利啦。因为顶司统帅，伊是看全盘的计划。我今仔这个所在要布置什么款的阵势，这要安排什么人去征战，伊拢伫心肝有一个全盘的计划。所以一个士兵就是服从、配合，才有可能伫这统帅的带领下面得胜。何况咱今仔的统帅是听咱的天父上帝，伊对于咱的世间的计划。有一个全盘美好的计划，咱只要顺服伊，咱才会当征战好的征战，才能得到美好的胜利。所以，咱今仔日就要学习这顺服的功课。牧师已经讲过几遍，咱要认真读上帝的话，然后照上帝的话去行，安尼咱会当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专心顺服，咱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的福气。所以，咱今日看见到保罗用这个基督精兵来勉励提摩太，像是咧勉励咱每一个人，请咱毋通做道兵，嘛毋通做天兵，好好来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愿上帝亲自赐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互阮成做基督的精兵，互阮会当专一心志、专心顺服，互阮能看出你伫阮生命中间美好的计划，照安尼去行。也恳求主，你互阮伫耶稣基督恩典顶面刚强起来，做忠心的基督精兵到一世人。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